云林县口湖的医药国中113学年度只剩8个新生，全校嘛只有38学生，学校的经营是真困难。云林县政府教育处目前在推动学校转型做公办民营的实验教育学校，望讲来打造学校的特色，请学生囡仔来注册。 云林口湖医药中学区包含8庄仔头，不过113学年度新生敢若8个人，目前全校敢若剩38学生，因为少子化学生流失，地方是烦恼讲，若学生继续减少，学校就真歹经营，希望会当转型。即马是少子化啦，如果有改变到这公办民营，咱的教学方式无共的时候，吸引咱外地囡仔，还是咱在地囡仔。 先莫去外口读册，咱在地囡仔留在家。我们引进数位学习，那希望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再来一个是文化力，我们希望跟在地有更多的连结。他必须要爱自己的土地，才有可能放眼国际。校方表示，学校若转型公办民营实验学校，会维持公立的校名，收费袂改变，嘛维持学区的囡仔优先入学的资格，引进多元学习的模式。教育处还有学校以及家长会，大家共同一致的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共识就希望让这个学校呢能够充满竞争力，也能够让我们在地的孩子留在义务国中教育处表示，面对少子化，云林县某其他国中转型因应，包含石榴国中112学年度转型做科技实验学校，每礼拜是有6节科技课程，受到家长认同，学生回流。也若是北港国中是提出转型做科技实验学校，正在等待审核当中。记者综合报道。